手睇呢邊廚房，擺洗衣機、雪櫃嘅位置，空間都闊落。再睇睇客飯廳，跟住呢邊呢，多數呢邊擺餐台啦，咁空間都好闊。咁呢邊可以擺梳化、電視機。客飯廳都非常大，咁啊對流窗咁啦。呢個廳嘅景觀，今日就出邊黃色暴雨嘅啊。睇睇房間，呢度係其中一個睡房啦。咁呢個單位咧都非常之企理嘅，有高層啦。咁啊，房間嘅方向同廳方向都係東南。呢度洗手間，濕布啦，咁名詞企缸，企缸仲有個坐住嘅地方，空間都好闊落。睇睇主人房，主人房就真係非常好擺嘢嘅呢個。窗都夠晒大，冇晒窗台啦，非常之好用嘅。咁呢邊全海景，非常之仙境嘅一個景觀。有興趣嘅歡迎入睇樓，多謝。首先我嚟呢度客飯廳，咁個景觀都望海東南方向。望一望呢度廚房，洗衣機、雪櫃嘅位置，空間闊落。呢度洗手間，企缸嘅位置名詞。房間啊，咁間隔稍微有改動，咁呢度咧就做咗一個大房嘅。咁呢邊窗幾邊都係向海啦。咁呢個係另外嘅房間位置。睇下出邊嘅海景。有興趣嘅隨時預約睇樓啦，多謝。